一個人最直接揾到錢嘅方法就係賣嘢，將東西賣出去，最直接揾到錢。所以我覺得最有價值嘅技能就係學銷售，做好銷售，一世無憂。而家呢個物質咁富裕嘅世界，好產品不缺，缺嘅係點解別人要相信你，點解別人要從你身上買嘢，呢個先係我哋最值得思考嘅地方。其實信任嘅成本係好高嘅，要一個人從唔識你到慢慢相信你，係需要一個過程。我發覺有個方法非常好，讓別人迅速對你產生好感，迅速產生信任，就係盡量讓別人睇到我哋嘅生活係點樣嘅，特別係我哋點樣同屋企人相處。我拍咗3年幾視頻啦，從一開始其實我都唔知有乜嘢可以賣俾各位㗎，但係我就抱住一個信念，我讓你哋睇到先啦。如果有一日俾我遇到好嘅產品或者好嘅服務，我所有做嘅嘢都會有用武之地啊！點解好多人做銷售咁乞人憎呢？因為佢從來都冇俾別人去認識過佢嘅生活啦，認識過佢自己。所以呢，冇事拍下視頻，分享下生活，俾人知道你諗啲乜。其實長遠嚟講，點你都會有用嘅。我係香港簽記，希望透過我嘅作品可以帶俾你健康與財富。